好多人一開始接觸星座，其實都係想知道星座運程，例如今個月順唔順利啊，感情會唔會有進展，工作會唔會有新機會。但係你慢慢發現，其實星座最吸引人嘅地方，好似佢講中咗你生命裏面某一部分。例如你處理感情嘅方法，或者你做選擇嘅時候，究竟係猶豫定係衝動呢？不過如果你淨係睇邊月邊日嘅嗰個我哋稱之為太陽星座呢，其實只有可以睇到好細嘅一部分。真正幫你理解自己同埋運程嘅節奏係成個星盤。月亮可以反映你嘅安全感，上升星座可以睇你點樣面對世界，或者人哋點樣睇你個樣。金星同火星可以睇你嘅關係模式同埋行動力。所以學占星唔係淨係想知道我係邊一個星座咁簡單，而係睇清楚乜嘢係適合自己，點解我一定喺度消耗緊自己呢？最重要嘅係喺人生唔同嘅階段，點樣揾配合自己嘅 timing。如果你想由星座興趣慢慢走向真正理解自己同埋他人呢，可以由我哋 Triplicity Astrology 嘅入門課程開始學占星㗎。